的啊，俺的牛油火锅的了。材料的个干过了呀，你这就老是清楚。俺的那等的出席橘子去团熟了，芒果团熟，你说那样，睡不起，阳光这里差不些多啊。那样人话起来，点赞的关注喜马拉雅，多见呐。俺做出席都是都差不多，你真空期下呢，俺做可对生你穿端的打着吧，特别的不都是钱呢。俺来样做牛油的咱们就须的了。咱们就的穷的当家呢，就俺来刚要过那路也修了。的那农民呢，俺就等切个老是路边了。2/3是路边，的那俺的那洋葱大的那小葱的那路边，这个切完就郫县豆瓣酱去。你香料的个大香就是大的，我的用就的刚刚大香就等的这个的咱们你是学的了。的那样呢就说年呢，的那些说呢，行不起我切个了。说年们呢呀，点不是点的这个是吧？你样呢就都是恰实的，你俺的我咱们几个月，那吃把辣椒的小椒你是过的。的那样做的干辣椒的呢，咔嚓的马嚓也要吃他们啊。那的你叫老煮大了，咱们要煮刚贴了这个煮。那的那样做香料的嘞，那就是拿出炉呢。的那样呢做老早的是过去的，大葱的是过去的。原来呢做豆瓣酱的呢，弄的是路节大，是不是也是大家那老多些没首先大的，这些啥大葱的嘞是不是做呢？那的那样做等给炸上就的呢，谁出是恰实呢？的呢出端的这个的，那呢做姜，没外生姜的多不见呢，谁出是恰实呢？都是谁拿的？谁出是切的炸起？俺的讲样做 M 的呢，个里个路呢啊，芒果你们都路了，溜着去多。个里个路线俺的那样做的，俺们是些啊都是没正当呢啊，吃什么就吃。俺的那样呢做，俺们爱说，你豆瓣酱的个里个路呢，路线呢，煮当过大了，豆瓣酱路啥是那做没的正直的，的巴拉的，正当是豆瓣酱煮当，俺们是当的，俺的那样做什么行不是口的。现在咱们说，俺就吃把辣椒的，小在你叫的路呢，路线那样煮当过的，他这样就真就没当过大了，当前咱们煮的熊酱就没已经不是没吃不起，俺的那样就香料的路啥说那样就煮当过的，煮咱们就是当的，就这么就香料这个也全部什么也团不起过的吧，那些咱就的啥说呢，过不对的样就的干辣椒的那样路呢，干辣椒的。是忙用这个东西，俺的那路上是点煮到过了，煮些水果的干辣椒的干水都怎么炒起个，炒过别掐掉，都怎么这样做的，是面的来的脆掉了，炸土掉了。过不对的老早的呢，他妈你是路呢，他的发酵起来变透的。俺那这样，咱们啥去年呢？那呢叫你是路，那个可都叫个路大的，那买那样的，开个叫嘛的。那就样，这边面就是呢，的吃下有的个，的那些钱，的那查到位置是接的，大的。那就拿来火锅的了是那个呢，炒呀，切给了呀，吃了大钱的，矿在了去，跟几头那样差不多啊。那个呢就手机有呢是呢，咱们要煮的了，其中不是看着是多年的切要嘛的，俺查的呢把这套是这个，吃你不是，让秋节捏过的。这些茶是呢，你保险毛几个小时有呢？那家垃圾屋这个嘛，年纪就做什年纪下，一直把人做中些，的那过去切个，梨切个，的那洋葱切个切，我这个瓜果开些切，这个你们都也大呢，大家是皮些这些下下。俺的那做台湾就那个秋泡不切个是路呢，的那糯米粉的那可什么就是路呢？糯米粉面都那稀饭多的没外，我的也归那这个是的。俺来没嘛当不起，俺说我没穷虚的当啊。这呀，强人不是煮当啥子呢？没穷虚的当钱，俺说都是这煮当钱过不对的，多要吃个多的。俺全部都说吃都怎么只管这个钱，俺就没得嘛噻。俺这样就是没路，是没洗洗去，是没的是说钱的你们都这些路呢，但卡查绿的叔叔他们啊，是没的卡查绿超多了吧？我的叔叔他们钱路，叔叔卡查不过人，卡查是路呢。给单就这个压路，中这个压路，中的差不多韭菜路也有的，人家中路不一，你可能就开始搞你的路呢，我不对的，雪碧的是路呢，俺这个的，家人不是煮当，煮当就得他的卡路这个是过的。
拉长的用嘛的，考虑都是钱的大大起我的，因这些下下，第几把人就在这地区都怎么自己学的大大起我的，早晚要住的，他们什么西是住的，刚个差的刚个早晚要住的，住钱自己去钱没不是，学节自啊，你看那是他的生就个讲的，你看你还求哪些的，前你没求，你们你打什么几年接下的这个的，那就烤肉是你那着，都不你们到那着。连你们都没接前面着，就目前看怎么些行不行？黄瓜2瓣一单，就是那个黄瓜2瓣苏大行，这里你们就切的，因为这里黄瓜片片是多比，我那种样黄瓜都是拍黄瓜的，你们的黄瓜，先别说看着是干有呢，我得是都难这个的。你看这个锅巴是不是切？姜是不是切？锅巴搞不没呢，锅巴马路那打个这工作。蚝油토마강切切，呢花椒油滴子切切，토마切个切，呢香油토마 강切切切，呢生抽没可些生抽开始是这个多，酱油辣是没我的的，我的切토마你接，呢醋토마松是接呢，安尼的就是没的开切切，你嘞猪肉也是当呢啊，猪肉等级的切。猪肉去当家，你他妈什么东西？卡住接不接的？叔叔卡查里卡里些，什么西卡住接不接的？接不查什么的样？是没的卡住接不呢啊？你的查的是那边路，你黄瓜干的是嘛？学那的这个的工作，然后是黄瓜说的前面都有那样，刚学姐猪当打个着吧了，这样的啊。你嘞先拿了去路接猪当过的，去的拿了嘞葱的、姜的、花椒的、八角的，你的有点看啥？么大的个扩帮上就掉了，这都是这些路接猪肉呀，我是当呢先拿了嘞，夏天的是多么多呀，我是。你擦的鸡精切的呢，胡椒粉、生抽切、老抽切的呢，蚝油的切，猪当呢，擦什么光鸡卤猪当呢？猪当怎么小鸡当我当？你先韭菜拿了嘞，弄香油呢，那个就弄拿炸香椒那嘞这个的地路。猪肉也会是当呢，你们都差不的。就饺子把我的叔叔拿来用的心不多。那饺子把我给出息的去长木给地呢，你差的是接不拿了的。第一个是差是的那也不多，多么多是让马钱的也多，马家也得这个也好要的。你把我来不来说的记得得是多钱，他这个这不钱的，过不的马对被也好的。你饺子的油辣自己摸进去，他也会去切一工作拿来的说的。上大几个之前切的两个上来的是不切个的话，叔叔干个叔叔孙女是吧？纯手工是吧？